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科專 DAE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嘅網上報名教學示範。首先，請掃描畫面上嘅 QR code， 進入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網上申請系統。進入系統之後，請選擇你嘅選修科目，然後點選課程詳情按鈕。先選擇核心科目嘅上堂地點，再選擇補充科目嘅組合，之後按加入課程。請注意，你最少需要加入4個課程先可以繼續下一步。完成之後，點選申請入學。喺登入頁面裏面選擇註冊新賬戶。請仔細閱讀條款內容，然後按同意開始登記新用戶。請輸入你嘅香港身份證號碼進行登記，然後填寫電郵地址同英文姓名。英文姓名必須同香港身份證上嘅資料完全相同。之後設定用戶密碼同輸入驗證碼，完成後按確定。請檢查 email 郵箱，系統會發送驗證碼去你啱啱填寫嘅電郵地址。請你將5位數字嘅驗證碼輸入到空格內，然後按確定。成功驗證之後，進入填寫入學申請表頁面。請輸入你嘅個人資料，完成之後按下一頁。請剔選你嘅報讀資格，繼續前往下一頁。可以根據你嘅志願順序排列課程。完成後點選完成排序，再點選確認同遞交申請。最後選擇付款方法，然後繳交港幣200蚊報名費。恭喜你啊，已經完成報名啦！課程將會喺9月1日開學，取錄結果會喺7月14號，以電郵或短信通知你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課程資訊，歡迎透過電郵、電話或者 WhatsApp 95741984聯絡我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